这是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前，我代表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栏目组祝大家新年快乐，这是了。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通过网络向北美藏人讲授佛法，因在社交媒体发表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图文视频，西藏果洛牧民遭中共判刑。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印度西藏运动核心小组感谢美国总统签署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达赖喇嘛尊者的前侍卫阿勒达瓦在美国逝世。驻澳洲办事处举办感恩达赖喇嘛尊者为主题的网络研讨会。摄藏书籍《被隐藏的西藏俄语版》在俄罗斯问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因北美各地藏人团体的共同祈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12月28号上午，通过网络视讯讲述了由卢柱贤菩萨所著的《佛子行37颂》和《修心8颂》。达赖喇嘛尊者在开示佛法时，谈到西藏语言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全球变暖及西藏环境恶化问题等。尊者指出，全球变暖可能会加剧亚洲许多河流的源头，青藏高原与阿富汗一样干旱。从更加广阔的角度来看，人类必须加强维护脆弱的生态环境。此外，尊者还鼓励藏人僧俗民众，无论身在何处，都要时刻铭记自己的身份和血统，铭记祖辈的教导，勇敢地保护和发扬西藏传统文化和独特的宗教习俗，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此外，根据维权网上周三12月23号发布的消息，西藏安多果洛马信县藏人牧民乐智多杰因转发和发布祝福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工作人员的图文视频，于12月14号遭果洛州中级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刑1年有期徒刑。据悉，乐智多杰于去年2月5号于个人微博转发祝福藏人行政中央工作人员新年祝词的图文，以及在微信朋友圈转发10秒钟达赖喇嘛尊者新年贺词的短片。此外，他于今年3月11号在微博转发了一条被指控含有藏独内容的图文，以及在5月3号于个人微博上发表了赞扬、祝福达赖喇嘛尊者的文字，以及一张尊者幼年时期的照片。因此，乐智多杰于今年7月14号被中共当局指控转发与发布敏感讯息为由而遭捕。在被拘留关押5个月后，果洛州中级法院于12月14号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乐智多杰有期徒刑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乐智多杰当庭表示不寻求上诉，他的刑期将于2021年7月13号结束。乐智多杰于1990年8月7号出生在西藏安多果洛州马信县冈日玉措的一家农牧民家庭。由于中共当局封锁消息，日前无法获悉进一步的情况。另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美东时间上周日12月27号正式签署了国会两院一致通过的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此举加强了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并重申了美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的坚定支持。该法案是在美国国会于12月21号深夜通过的2.3万亿美元的2021年财年联邦政府综合拨款法及新冠肺炎疫情纾困法的数日后，获得特朗普总统的正式签署。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于当天欢迎美国总统签署这项历史性的法案，并指出这项法案向西藏境内的藏人发出了希望和正义的强大信息，并加强了美国对西藏的宗教、自由、人权、环境的保护，以及对流亡藏人民主制度的支持。因此，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法案。司政进一步指出，
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和600万藏人对特朗普总统签署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法案表示最深切的感谢。我还要再次感谢美国国会通过该法案，特别是法案提案者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本·卡丹，以及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和克里斯·史密斯在内众议两院的努力。感谢所有对这一法案做出贡献和努力的个人及团体。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也代表西藏境内外藏人和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强调这项法案正式认可了藏人及藏传佛教信众自由选择和认定藏传佛教领袖的继任与转世的权利，以及明确提到西藏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包括区域水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与此同时，印度远藏组织西藏运动核心小组会议召集人、前阿鲁纳尔恰尔邦议员仁钦康卓克里美为首的成员，也于本周二12月29号发表声明，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声明指出，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向西藏境内的藏人民众发出了希望和正义的强大信息，并前所未有地加强了美国对保护西藏宗教自由、人权、环境和流亡藏人民主制度的支持。仁钦康卓克里美先生在声明中指出，美国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的法案，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指明了道路，并为世界各国领导人对中国采取的制裁行动铺平了道路。当前，印度政府也应该在西藏问题上表达明确的政策，因为西藏问题关系到印度的边境安全。以此，我们呼吁印度人民向印度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在西藏问题上采取明确的政策。另外，曾于1959年从西藏护送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的最后一位贴身侍卫阿勒达瓦先生，于上周日12月27号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逝世，享年83岁。据了解，阿勒达瓦于1939年出生在西藏，在年仅15岁时，他在西藏首都拉萨的罗布林卡加入达赖喇嘛尊者的警卫部队，并在4年后正式入伍。随后在4年的时间里，在斯拉寺、哲崩寺和甘丹寺求学，并在1959年2月达赖喇嘛尊者拉萨祈愿大法会上接受格西拉让巴学位考试期间，担任尊者的贴身侍卫。1959年3月17号，当西藏人民在拉萨的抗暴运动被中共军队镇压之危急时刻，身为达赖喇嘛尊者贴身侍卫的阿勒达瓦冒着生命危险履行自己作为军人的职责，与其他藏人一道护送达赖喇嘛尊者安全抵达印度。在抵达印度后，阿勒达瓦从1972年开始在不同的岗位服务流亡藏人，并于1996年通过美国移民安置政策移居明尼苏达州至今。此外，作为藏人行政中央推出的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年活动的一部分，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于本周二12月29号通过网络举办了一场题为“与洛桑津巴对话”的在线网络研讨会。达赖喇嘛尊者私人办公室前秘书长洛桑津巴先生在网络研讨会上着重强调了达赖喇嘛尊者为世界和平与众生福祉做出的卓越贡献和无私的奉献。讨论活动由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拉巴措郭先生主持。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在脸书专页进行全程直播。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由俄罗斯独立作家谢尔盖·库茨明博士撰写的《被隐藏的西藏：独立古老王国与被占领历史转折》俄语版于近日在俄罗斯问世。该书描述自2010年以来西藏境内乃至世界各国有关西藏的事件进行的分析和研究，包含了自2010年至2019年在西藏境内外的局势。
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蒙古和独联体办事处代表戴洛仁波切对作者谢尔盖·库里明斯博士的倾心工作表示感谢，并指出达兰萨拉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馆长格西拉多将负责本书藏语版的翻译工作。而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和蒙古作家山达克利多已将书翻译成中文和蒙古文版本。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